大家好啊！咁啊，簡師兄就成年冇見面，就咁樣。聽日呢，香港時間就2025年12月20號星期六啊。咁啊，聽晚呢8點半，即係香港時間啦。咁其實呢，就會有一個我即將開一個課程就叫做奇門中生局嘅一階課程咁佢呢就有一個簡介會嘅。咁可能嗰度就即係可能半個鐘1個鐘左右啦咁我會簡介一下咧呢個課程裏邊呢，即係會去點樣幫大家呢好快咁樣去掌握到一啲點樣去使用呢個奇門遁甲攞嚟去算命。即係簡單講，有啲師傅呢就叫做八字穿奇門係嘛，又或者呢奇門穿八字。咁當然裏邊都有唔同嘅流派嘅咁但係呢，其實佢總體嚟講呢，嗰個奇門咧都係可以輔助去做一啲命理批論咁佢咧就俾你直接去學即係如果你係一個小白啦咁你直接去用奇門去學呢個時空盤或者時空局嗰啲預測咧，就會簡單啲嘅。因為佢基本上咧就有啲定式咁當然佢用奇門中生局去算命咧就唔係萬能嘅咁但係咧佢都有一定嘅功效咁所以咧就會喺聽晚啦因為我錄片嗰陣就星期五嚟嘅咁啊聽晚嗰個簡介會裏邊咧就我會去介紹俾大家，即係或者分享俾大家知道啦咁嗰個 Zoom 咧就係啦，即係我會用 Zoom 咧就做一個網上會議嘅。咁如果大家係到時有空，即係有時間啦，又或者係即係想了解多啲嗰個課程或者就算你唔參加，咁想了解一下，即係我簡師兄對於奇門中生局嗰個睇法係點樣呢？咁其實咧你都可以喺呢段片，即係喺 YouTube 度噶嘛。咁下邊咧就有一個資訊欄嘅，咁喺嗰個描述嗰度咧，我就會貼嗰個 Zoom 嗰個會議嘅連結喺嗰度咁到時咧你即係準時入去就得噶啦咁就如果你係聽晚 join 唔到咧，咁可能就都會有個回放擺翻喺我呢個頻道嗰度嘅即係我用 iPhone 教風水呢個頻道咁但係就你變咗就即係互動唔到啦，最主要就因為即係網上 live 咧就有個互動嘅好處。OK 嗱，咁就今日簡短即係2分鐘咁祝大家呢個聖誕快樂，新年進步身體健康。咁就係我係簡師兄，咁下次再見，好，拜拜。